唔知你哋睇今屆世界盃有冇突然之間諗翻4年前嘅自己呢？上一屆嘅世界盃係我第一次睇世界盃啦。咁嗰陣時我仲喺台灣睇住美斯去上台頒獎嗰刻呢，我覺得真係好感動啦。嗰陣完全冇諗過4年之後我竟然會搬咗去加拿大，甚至又可以再睇一次美斯去踢波，仲可以喺另一個地方呢親身去感受到呢一個城市一齊去世界盃嘅氣氛。4年呢唔多唔少啦，其實真係好奇怪嘅。平時呢唔覺得呢有幾耐啦，但係突然之間4年過咗之後呢，就覺得哇，原來時間呢真係過得好快。到今屆再睇住美斯踢最後一屆嘅世界盃，我真係有少少好唔捨得，甚至有啲落寞啦。除咗以後都見唔到佢踢波之外呢，係突然之間覺得原來我哋熟悉嘅嘢真係去到結束以後都唔會再有嘅時候，會覺得好唔捨得啦。上一屆嘅世界盃呢，我仲喺台灣啦，而今屆呢，我已經喺加拿大啦。下一屆自己又會去邊，大家又去咗邊呢？其實都唔知道將來會去咗邊啦。會最特別嘅地方呢，係每4年呢就會有一次，就會俾你呢去回顧，見到一個原來你唔同咗嘅自己啦。4年前嘅你有冇諗過今日你又會喺呢一個地方，甚至過緊而家呢個生活呢？